大家好，今日我會為大家介紹一個簡單又有效嘅平衡訓練——直線行走。呢一個訓練適合老人家去做，可以有效咁幫助佢哋提升平衡力，預防跌倒。喺屋企，我哋可以準備一條3米長嘅膠紙黐喺地面。咁做運動嘅過程，我哋隻腳係踩喺膠紙上面嘅，咁俾我哋自己做一個提示。咁開始之前呢，我哋就企喺條線嘅盡頭啦，一隻手扶住我哋嘅牆壁做平衡。行路嘅時候，每一隻腳都係沿住後面嗰隻腳嘅前方。當我哋行到盡頭嘅時候呢，我哋就可以調轉頭行。來回一次為之一組，我哋每日都可以做3組。呢個運動好簡單，大家每日都可以用5至10分鐘嘅時間去練習。但係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唔舒服，都記得即刻停止運動，並且尋求醫護人員嘅協助。感謝觀看，記得點讚關注我。